只因男人上厕所不关门，女警就持枪将他堵到了地铁站里。简单对视了一眼，布莱恩果断地跳到铁轨上。可2条腿的人又怎么能跑过飞驰的列车？卧槽！驾驶员吓得立刻拉下制动系统，在强大的惯力之下，死神也在向他招手。而此时的他不但停止不前，反倒是往回迈了2步，等待着地狱的审判。表面上感觉他是个疯子，其实在他跳下来的一瞬间就计算好了后续的一切，比如地铁站的建造年代、列车时速的计算公式、现场详细的平面地形、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和应对方法，所以布莱恩才敢自信满满的找死。而他的能力还远不仅于此，左手计算着1+1等于几的高等数学题，右手还可以画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鬼才列奥纳多达芬奇，双手各拿一个魔方同时进行，轻轻松松的就能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常人需要10年才能看懂的医学书籍，他只需半天就可以搞定。随后结合家族里所有人的遗传病史，终于让他找到困扰父亲多年的病因——血色素沉着症。之前就连医学院的教授都没查出来缘由，可父亲却一脸质疑地认为他又在信口开河。Stop. You spent one night on the floor and took me to a doctor. Dad, listen to me for a second, okay? 但他还是听从了儿子的劝告，去医院做了检查。结果正如布莱恩所说的一模一样。不过新的难题也接踵而来，患了这种病的人急需要做换肺手术，等待器官救命的患者已经排队排到了姥姥家。而之所以布莱恩能拥有现在的超能力，全因为一颗不起眼的药片。可眼下药效已过，他又该怎样去救他的人？